门房，门面方接等5种房子，通讲出去50室嘞，每一家都有相应的室嘞，特个装门，将困难灾祸挡在脑背，请5福临门。像阿爸过年前，村庄的人会拿千多封纸啊，请阿爸摊书写一道章，写乜个像猪栏的啦、猪下的啦、牛栏的啦，也算龙的下的，我都会替同爸爸摊书，写好我会拿个石头去砸个学堂，比赛日头阴干啦，都慢慢，都等于写好，又我都拿出去。那种工作是每年一次的，那是童年了。很多这个落下天堂啊，学堂嘅堂下哇，我叠嘅4、5种，几无同样的房子，可能有问太人也买嘅东西，如果讲有位实在神马啦，讲舌头有安心了吼，个虫啊又一得神马，每个虫啊都一得神马哈。装死的什么？讲我装门啦，装床的啦，装屋噶。反正每一家人都叠5种，如果一种安心的用的吼。不管如下去楼棚啦，也算洗衫屋啦，也算爱屋嘅茅屋，都会叠的。所以也就死的老老实实的死的，都会通装屋啦。因为我哋过年嗰度弄死人嘛，迄个除夕暗晡头，我专业嘅哈有弄死的来，我包红包嘛，伊都用个三马去冲个，有7、8冲遐种个，叠把3马红个个缝的东西，都吉祥啦。咩可以讲死的3马，伊3马讲。我想门房的意思都吉祥了哈，讨吉利了哈。我放开窗下门，每粒灯装给风纸，原來也都是黑的太陽，粗酸的鼓樓，多見。虽然有200空间，9月12日25开始，有5日都日娘家，都一叠的。那日娘家等于咩去送灶神，我送去天堂方屯玉皇大帝报告希望。平安啦，样个嘛，咩讲好话啦，所以做gün夜吼，我拜伊的东西都全不同的，够甜的，像麻lau啊、米lau啦，希望做gün夜迄道天天吼，同玉皇大帝报告讲好话，讲个等落家全部平安。写客家诗吼，因为一种时代的逼近吼，冇写非常缺少什么责任感吼，你一定要写技术，你免多乜个题材吼，这个想想最眼前的、最亲近的小物件门房唔种什么，有无同的题目，要每年要用到乜个名吼。讲伊等讲门房啊、5福房啊呢，有人会想，那里面的意象都会延伸的啦。
那不免都艺术是可以编啦，艺术国的，这是料想不到、没想到的事情。国的一创啊，全部感情啦，乡村的泥土啦，路卡的亲情啦，真是种不个亲情，精神全部走出来了，真好。不管迄个土砖屋，迄个石石屋，其迄个楼屋，都是同样的心情，老老实实种屋。